本鐳射光碟為翻譯版本，受版權法例保障，嚴禁翻錄。今日早上，我想講一講六大步驟入邊最根本嘅一個原則：列人名單。人名單係你生意入邊最大嘅資產，尤其係喺開始嘅時候，要明白呢個係夢想之後嘅出發點。喺你決定你要乜嘢之後，你唔需要決定你想要嘅所有嘢，但當你決定足夠嘅嘢，好似時間同埋金錢，以便你可以起步之後，請你唔好忽略呢個睇上去好簡單、好顯然、好基本嘅動作。列人名單已經成為呢個生意嘅企業文化嘅一部分，令到我好驚訝嘅係一個常見嘅現象。好多人喺自己腦入邊諗到5、6個人，以為呢啲就係列人名單。呢啲唔係我哋要講嘅，我哋要講嘅係要明白呢個唔單止係我哋生意先至有嘅嘢，呢個唔係網絡21嘅嘢。任何生意同職業都從最基本嘅開始，都從佢哋相應嘅人名單開始。對於你哋呢啲新朋友，我想同你哋講嘅係，我哋喺呢個生意入邊所做嘅同其他生意冇乜嘢兩樣，雖然有啲獨特之處，我哋所做嘅嘢同其他任何生意一樣。會計師同律師需要顧客，佢哋成日會諗，我從邊度得到項目呢？我從邊度會揾到會計或者係稅務方面嘅顧客呢？醫生亦都需要顧客，保險經紀需要人名單，地產經紀需要人名單，股票經紀需要人名單，幾乎全部嘅職業同所有做 sales 嘅都需要人名單。佢哋會使用介紹嘅方法，當然佢哋有時候亦都會做一啲廣告。最後佢哋甚至會使用一啲稱之為陌生接觸嘅方法。當然啦，咁要睇係乜嘢行業，每一個行業都係一門嘅生意。譬如一個醫生，如果佢唔係喺大醫院工作嘅話，而係自己開診所嘅話，咁就係一門生意啦。病人就係佢嘅顧客。當然，作為醫生開始嘅時候，佢嘅客人亦都係由其他人介紹嘅，例如通過其他嘅醫生、醫院所在嘅社區介紹，咁樣其他人先至能夠知道佢係一個醫生，然之後佢先有咗病人嘅基礎。地產行業則會做一啲比較進取嘅事啦，佢哋會做廣告，所有嘅呢啲都叫做列人名單，都係為咗獲得生意而得到嘅出發點。而家傳統嘅行業做一啲傳統嘅事。一個賣汽車嘅唔會喺附近走嚟走去問其他人要唔要買汽車，佢哋唔單止係列一份佢哋嘅朋友、鄰居、親戚嘅人名單。雖然我相信佢哋的確想嗰啲人知道佢喺度賣緊汽車，佢哋會喺報紙上面以登廣告或者係其他嘅方式招攬顧客。據我所接觸嘅一切嚟睇，呢個生意亦都係一樣。而家你同我喺度發展緊一個網絡，呢啲係我哋所做嘅嘢，呢啲係我哋嘅工作。我哋當然要一啲零售啦，但呢個同發展一個網絡比起身係從屬性嘅，佢並唔係唔重要，佢只不過係次要嘅。揾零售顧客唔係我哋最大嘅挑戰，我哋喺呢個系統裏面時時刻刻講到，如果你同其他人接觸嘅時候，將對方睇成係生意嘅潛在對象，而後嚟發現佢哋唔係，則佢哋好有可能成為產品嘅潛在對象。而反過嚟並唔係咁。一個接受安利產品嘅對象，並唔係一定接受安利嘅生意。而從我哋嘅經驗嚟睇，反過嚟則比較有效啦。如果你遇到一個人，你先同佢講洗衣粉，你就好難將話題轉到你希望同我一齊嚟做呢個生意嘛？喺佢個腦入邊，佢一直都喺度諗做咩呢？做洗衣粉生意咩？我唔認為佢哋會同意同你一齊合作。如果我哋先從一個生意嘅角度同其他人傾，介紹呢個生意嘅邏輯，要翻到產品嘅角度係好容易嘅，所以零售顧客嘅開發唔係我哋最大嘅挑戰。我哋唔需要一個大嘅人名單去做零售，顧客可以喺發展網絡嘅過程入邊自然得到。咁我哋要做乜嘢呢？我哋要建立20到30個前線。如果你係一個嚴肅嘅 IBO， 咁就係你要做噶啦。你要將注意力放喺建立20到30個前線上面，從呢度裏面你會揾到3到6個人同你一樣。呢係我哋嘅經驗，係一個典型嘅數字，係好消息，亦都係壞消息。有人話啦，
我介紹咗10個人，淨係得2個人喺度做一啲嘢，我睇唔出呢度入邊有任何嘅問題。對我嚟講，10個裏面有2個喺度做緊嘢係非常好噶啦，冇任何嘅問題。如果你再介紹10個人，咁就會有4個人喺度做嘢。P&G 公司嘅品牌 Tide 有20%嘅洗衣粉市場，呢個係全球第一嘅洗衣粉品牌，全世界第一，銷量最大，但係淨係得20%嘅市場佔有率。咁樣意味住100個人裏面有80個人唔買佢。你可以從2個角度嚟睇問題。如果你係個安利嘅 IBO， 你可能對80%嘅人唔用你嘅產品而煩惱。但係如果你係 P&G 公司嘅老闆，你會因為嗰20%用你產品嘅人而開香檳慶祝。當然，你可以通過推出另外4種品牌嘅產品去吸引其他嘅顧客。例如，有啲人唔中意橙色嘅包裝，你可以推出藍色嘅包裝。你可以吸引另外一個類別嘅顧客，而生產廠家仲係同一個。我嘅意思係話，你要了解你個數字。列人名單嘅意圖就係要幫助你了解喺一定嘅數字裏面，並唔係每個人都會參加，但一定會有人參加。所以我哋要建立一個盡可能大嘅基礎，喺裏面發展20到30個人參加，再從裏面揀出3到6個非常認真、願意複製呢個生意嘅人。所以一切都從人名單開始。不斷咁增加人名單，亦都不斷減少人名單。當你不斷增加人名單、減少人名單嘅時候，你嘅人名單最終會倍增，因為你嘅人名單裏面會有一啲人願意列佢哋自己嘅人名單。如果你列一個50個人嘅人名單，呢50個人會分別再列出佢哋自己嘅50個，你而家就有咗2500個潛在嘅對象。即使你嘅運氣非常唔好，你只要喺呢啲人面前講計劃，你都會有令人驚訝嘅結果。當我要讀大學嘅時候，我列咗一張我想去嘅大學嘅名單，然後開始去申請。喺呢度裏面，我將名單壓縮到接受我嘅，而且我想去嘅大學。最後我做咗抉擇。畢業之後，我列咗一張僱傭工程師嘅所有公司嘅名單，然之後去應聘面試。後嚟我接到聘用通知，然後我決定想去嘅一間。每個人嘅生活都係咁樣嘅。記得好多年前我開自己嘅公司，當時我需要錢，我離開咗工程師職位，開始從事行政人員招聘同調查嘅工作。佢亦都可以叫做獵頭公司。開始嘅時候，我為一家大型嘅獵頭公司工作，佢哋俾我嘅培訓使我入迷。首先，佢哋要我選擇一個我中意嘅行業，因為我需要專注於呢個行業。我好辛苦咁諗咗一陣，決定從事醫療器械。當時佢好熱門，喺南加州同全美國都有好多咁樣嘅公司，佢哋都喺度成長，要聘用好多嘅職員。於是佢哋俾我睇好大本嘅書，裏面有全國各行各業嘅公司。我抱住呢啲大箱同5×7嘅卡片，我用咗2個星期整理出呢個行業嘅所有公司嘅卡片，包括公司嘅名啦、總裁、副總裁、營業總監，所有嘅嘢，所有嘅電話號碼、地址等等。我喺被同意正式工作之前就做咗呢啲，足足有4、5、600家嘅公司喺我嘅箱入邊。我好驕傲咁樣返屋企，我準備好啦，名單列好咗。我問下一步要做咩呢？佢哋話下一步就係每日打30家公司嘅電話，每日至少要打30個電話俾嗰啲公司。我喺度做咩呢？我喺度做嘅就係揾到同我一齊做生意嘅人。我唔會詳細咁樣傾呢個培訓嘅計劃。但係佢的而且確使我入迷，因為佢哋已經得到咗數據。佢哋同我講，你每日至少要打30次電話，如果唔係，你會餓死。你要打電話去同公司嘅某個人建立關係。呢個嘗試唔一定次次都成功，但係你必須要每日接觸到30個人。我經歷咗呢整個過程，我嘅印象好深刻。喺70年代嘅時候，我一個月能夠賺到15000到2萬美元。我通常每個月淨係做成1-2單生意。我做咗好多嘅工作，而淨係得1-2個係成功嘅。我要有各種各樣嘅技能。我知道我能夠幫助佢哋，我知道能夠揾到佢哋需要嘅人。我睇上去好似昂貴嘅服務費比佢哋用喺招聘廣告上面嘅少得多。我識得點樣揾到佢哋需要嘅人，打電話俾呢啲人，等呢啲人對呢份工作興奮起身。我懂得呢一切嘅嘢。但唯一嘅問題係佢哋唔願意同我傾。你能唔能夠諗到佢哋唔願意同我傾嘅理由嗎？對於佢哋嚟講，我係一個 sales， 我要賣啲乜嘢俾佢哋，所以佢哋經常避開我。
而我就諗盡辦法咁樣去接近佢哋。有時候呢個工作會俾我帶嚟豐富嘅收入，有時候收入就少得可憐啦，使我冇晒辦法。有時候好多人會話俾我聽，佢哋唔中意喺咁樣嘅公司工作。我諗安理亦都係咁啊，冇區別啦。我仲發現一個現象，有啲人睇上去有好多銜頭，其實我並唔係對佢哋唔尊敬。佢哋有啲人有12個博士學位，但係賺唔到幾多錢，比我仲要賺得少。呢個真係令人費解。有咁多頭銜嘅人，應該賺到好多錢先至啱啊！我覺得佢哋應該似我咁樣工作。我開始向佢哋介紹安理，然之後發展到我唔係幫佢哋揾嘢做啦，而係幫佢哋發展呢個生意。從中我賺咗唔少錢，亦都學咗唔少嘢。我有一個朋友做保險，佢賣嘅係汽車意外險。我問佢做成點啊？佢話真係不可思議。我用咗一個最唔高明嘅辦法。我從保險聯合會或者其他乜嘢地方揾到一份呢個地區所有嘅保險將要喺1到2個月之後到期嘅人嘅人名單，然之後我俾佢哋打電話。我每日打100個陌生電話。我問佢一日打100個陌生電話，你喺電話入邊講乜嘢啊？佢話我淨係喺電話入邊話俾佢哋知，佢哋嘅保險就要到期啦，願唔願意接受一個有競爭力嘅報價呢？有一定比例嘅人會即刻收線。有啲人會話唔接受，大約有20到30個人話接受報價，其中2到3個會成為我嘅顧客。所以如果我每日打100個電話，我嘅生活就會幾好啦。如果打電話少咗，我就要挨餓。你可能會話咁確實唔係太高明，唔係，你錯啦。佢只不過係喺度玩緊一個數字遊戲，佢好明白自己要做啲乜嘢。我仲有一個好得意嘅故仔。我有一個朋友喺佛羅里達擁有戴爾卡內基學院，呢係一個非常有聲望嘅機構，專門講授卡內基嘅課程，好受人尊敬，費用亦都好貴。呢個6個星期嘅課程專門教你點樣微笑同埋握手，要俾1200到1500美金。我哋喺呢個生意入邊免費教你，而大家仲有好多牢騷，咁真係得意啦。唔理點樣，佢開展佢嘅生意，佢喺當地擁有戴爾卡內基學院嘅特許經營權。佢亦都擁有戴爾卡內基商標。羅輯話俾我知，佢唔使周圍揾生意。羅輯話俾我知，因為戴爾卡內基嘅聲望同埋名氣，如果本地嘅企業同埋商人知道佢存在嘅話，佢應該有足夠嘅人嚟塞滿呢啲嘅課程嘅。但係佢同我講，呢啲簡直不可思議。我有8個全職嘅 sales， 佢哋每日都要打30個陌生嘅電話，如果唔係，我就會餓死。我問，要打30個陌生電話，等其他人嚟參加卡內基課程？每個人都知道卡內基啊？佢話冇錯啊，每個人都知道，但係佢哋需要被提醒，需要被激發，要簽單。相信我啦，呢啲就係我要做嘅。我問，咁呢啲點樣開展工作呢？佢話我哋發明咗一啲技巧，睇下呢個就係我哋嘅名片，上面印住一幅畫，一個中世紀嘅國王同佢嘅副手坐喺帳篷入邊。我希望你哋都能夠想象到幅畫嘅樣。國王同佢嘅士兵都拎住劍，山腳下邊有千軍萬馬嘅敵人要攻擊佢哋。呢個時候有個 sales 拎住公事包，佢有好有威力嘅武器想推薦俾國王。圖畫嘅說明文字寫住：我而家冇時間見 sales。咁樣好得意。本來個國王可以喺 sales 嘅身上面揾到解決方法嘅，但係佢忙住打仗，唔想見呢個 sales。我睇完呢幅畫之後，覺得好好笑。話嗰啲 sales 拎住呢啲名片做乜嘢呢？我個朋友話，我哋啲 sales 用呢啲名片嚟做敲門磚。佢哋行入客人嘅辦公室，淨係講佢哋係戴爾卡內基機構嘅職員。通常留低呢張名片都能夠博得接待小姐嘅一笑嘅。佢哋好少可以見到老闆，不過佢哋憑呢張名片可以同接待小姐交上朋友，而且仲要一張經理或者老細嘅名片添。咁樣嘅事，佢哋一日會做20-30次。我問，咁有咩目的呢？佢話好簡單，當佢哋打電話翻去嘅時候，個接待小姐會記得我哋就好容易揾到佢個老細啦。通常呢個能夠幫助佢哋突破。我喺呢度並唔係教你做其他生意，但係喺我哋呢個生意入邊，有啲人新加入嘅時候係老師、工程師、會計師或者其他唔係 sales 職業嘅人，佢哋會話我唔需要列人名單，或者人名單係乜嘢？佢哋覺得人名單係一個好奇怪嘅嘢，一啲都唔奇怪。歡迎嚟到生意世界，你需要一個出發點，
任何生意唔單止需要一個出發點，而且要不斷增加。喺呢度，我哋再舉一個麥當勞嘅例子，呢係一間令我驚訝嘅公司，亦都係最有名氣嘅公司之一，每年做上100億美元嘅生意。舊年佢哋用咗5億美元嚟做廣告，我覺得好奇怪，咁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呢？點解要用5億美金去宣傳一個全世界人人都知道嘅產品呢？你能唔能夠喺美國揾到一個唔知道麥當勞係乜嘢味，唔知道當地麥當勞餐廳喺邊度嘅人嗎？咁點解仲要去做廣告呢？顯然裏邊有學問。麥當勞喺發展嘅過程入邊了解到，如果唔做廣告，就會因為自然流失而失去生意。當然，我咁樣講係有啲將事情過分簡單化，但即使最有名氣嘅公司仲喺度刺激新嘅生意，揾新嘅顧客，唔一定係為咗成長，有時候僅僅係為咗保持。你聽過通用汽車公司裁減1萬名員工嗎？你會話哇，1萬人冇咗工作，咁真係一場災難。但係通用汽車話唔會解僱任何人，點解會裁減1萬人而冇人被解僱呢？因為佢哋員工嘅數字減少，係因為員工自動離職或退休，只要唔招聘新嘅員工就得啦。通用汽車公司知道喺接住落嚟嘅1-2年裏邊，將會有1萬名員工辭職或者退休。佢哋有一個人數多達300人嘅專門部門嚟負責聘用新僱員，填補空缺。然而，好多人參加我哋嘅生意，當有個人退出嘅時候，佢哋會大驚小怪，唉，呢個生意啊，好弊啊！我介紹咗5個人，2個退出咗。人做乜嘢都會放棄，有啲人放棄做公務員，放棄婚姻，退學、辭職、退保險，仲有好多好多。佢哋退出呢個生意，真嘅咩？我好奇怪，你損失咗啲乜嘢啊？真係好可笑啦，並唔係我變得麻木咗，但係我經常俾一啲好似發現咗乜嘢秘密咁樣大驚小怪嘅人逼到癲咗。當你推薦一啲人，佢哋唔會成日都咁積極。我想講嘅係，歡迎嚟到生意嘅世界裏面，每間公司都係咁樣，佢哋都會有人退出，要有人接替，要有人名單，要做廣告，要揾對象，要打電話俾陌生人，要揾技巧去克服障礙，因為好多人都唔中意其他人向佢哋推銷乜嘢嘅。我哋所有嘅人都有相同嘅恐懼，我都係一樣。好多人成日打電話俾我，我好似被瘟神咁樣避開佢哋，好得意。佢哋向我推銷股票，推銷房地產，佢哋嘗試俾我提供投資嘅良機。通常我連眼尾都唔會睄下佢，或者我錯過好多偉大嘅賺錢機會。但係我其實心裏面諗，我唔想同嗰啲人傾，佢哋要好優秀先至可以接近我，我唔係咁容易接近嘅。當你有錢嘅時候，每一個人都想賺你嘅錢，所以當你哋去接觸其他人而被人拒絕嘅時候，我唔會怪你哋。你哋嘅面皮唔好太薄。當你哋嘅朋友唔願意大步咁樣行入你嘅生意，成為你嘅夢想嘅一部分嘅時候，唔好嬲，唔好太脆弱對待呢個生意，唔好天真咁樣以為你淨係需要辦加入手續，叫6個你嘅親戚加入，你就可以成為鑽石。好多人私底下都係咁諗，佢哋諗，如果呢3個人加入，我就加入；如果佢哋唔做，我都唔做，咁樣冇所謂。如果你係咁樣諗嘅，你最好而家就退出，因為呢種態度太無聊、太唔專業啦。做生意唔係咁嘅。如果你買咗一個商店，你能唔能夠話我淨係賣我太太中意嘅貨品？如果我太太唔中意，我唔會將佢擺喺貨架上面。哇，你真係個英雄！有啲人加入咗安利，話我唔賣嗰啲香體爐，我唔中意佢。傻佬，你唔需要中意佢。舊年我哋賣出4億美元嘅香體爐。會有人中意佢嘅，保證會嘅。去送貨，然之後就合埋嘴啦。如果有人唔中意，退錢俾佢哋得啦，唔好將佢私人化。我哋要超越佢。好多 IBO 喺生意方面仲唔夠老練，佢哋成日喺度睇錯誤嘅嘢。佢哋話我有10個人參加，淨係得2個喺度做嘢。好啊，你已經比 P&G 公司更加優秀啦。有人退出冇問題啊，你已經比好多同類型公司優秀啦。我哋嘅同行對手嘅流失率係100%，典型嘅保險公司流失率係100%，典型嘅地產經紀公司嘅流失率係100%，典型嘅美容中心流失率亦都係100%，而我哋公司淨係得35%嘅人會退出，65%嘅人會續約。好多人話，哇，我從來冇見過好似安利一樣咁樣保留咁多人嘅公司。
正係呢個創紀錄嘅現象為我哋留住咁多嘅人。講咗咁多，我哋每年都必須要增加好多人喺我哋電腦裏面嘅人名單。大部分嘅人係乜嘢都唔做嘅，佢哋已經走咗，唔使驚。當你為新朋友簽單嘅時候，佢哋當中一半其實就已經退出啦。呢係真嘅，我唔想講得太粗魯。有好多好出色、有好大嘅夢想嘅人退出，佢哋本嚟應該發展呢個生意嘅，你錯過咗佢哋，你哋冇產生共鳴，可能係時機或者其他乜嘢唔係咁啱，嗰度有太多嘅恐懼。佢哋係好優秀嘅人，但佢哋冇做。呢個並唔反映我哋嘅生意，你仲係必須從人名單開始。而家我舉一個我所見過嘅最基本、最生動嘅例子，你哋可以同新朋友玩下呢個遊戲。我哋準備好兩副啤，先分別洗一洗牌，然之後我哋手上面都係同一副啤。假設煙士係你要揾嘅人，一副啤入邊淨係得4張煙士，佢哋會成為直系或者以上。積累傾係積極嘅 IBO， 佢哋會做到一定嘅業績，推薦一啲人，但係唔會走得太遠。佢哋係 B 或者 B 加類嘅，7、8、9、10即係你嘅顧客，佢哋會買產品、用產品，但係對於呢個生意冇咩興趣。2、3、4、5、6即係乜嘢都唔願意做嘅人，唔想賣產品，唔想加入。然後每副啤仲有2張小丑，當然你手上面嗰副亦都有。可能呢2個人都係你嘅屋企人，或者同你有親密關係嘅人，佢哋冇戴帽，但你真係希望佢哋戴咗帽。仲有一副鈴啷，可以使到你早日咁樣辨認出嚟。佢哋唔單止話俾你聽呢啲係做唔成嘅，即使佢做得成，你都做唔嚟，而且係非法嘅。我要你哋知道，一副啤淨係得4張煙士。我哋洗牌之後喺一個人面前放2副啤。而家等我哋將啤反過嚟，每反一張啤就相當於我哋講咗1次計劃。而家我哋要反牌啦。你反嘅第一張啤可能係2，我反嘅係 King。你嘅下一張可能係煙士，我嘅可能係小丑。所有呢啲都係隨機嘅，隨住我哋一直咁樣反牌，只要你反開所有嘅牌，到最後我哋每人都有4張煙士。但你要保證喺翻開所有嘅牌之前，唔被小丑或者細牌打擊你嘅信心。你要保證翻開足夠嘅牌，因為最終我哋成功嘅機會係均等嘅。有啲人係即使我親自同佢哋講計劃，佢都唔參加，佢先至唔理我係3鑽石定係5鑽石。我唔係自認好巴閉，但你可能會以為如果我嚟同佢講計劃，佢就會加入。相信我啦，會有人就係唔感興趣。我係唔係個3皇冠添？佢哋唔在乎我有幾大間屋，有幾靚嘅車，我嘅銀行戶口睇上去點樣點樣。就算我用直升飛機請佢去聚會，佢亦都會話呢個做唔到嘅。當你同佢冇共同語言嘅時候，有啲人係絕對冇辦法推薦。請唔好將事情私人化。一啲人真係最弊嘅，3年冇梳過頭、冇大牙嘅 IBO 亦都能夠推薦。你見過咁樣嘅情形嗎？你嘅小組有啲喺街上面，甚至冇辦法使其他同佢一齊過馬路嘅人都帶嚟一啲聰明嘅推薦對象嚟。你可能冇咁樣講出嚟，但你係咁樣諗嘅。然後有另外一啲人有博士學位，係公司總經理，好優秀，太太都好優秀，着嘅衫都係名牌，好有聲望。點解喺過去4個月帶嚟嘅人冇一個識講英文呢？呢啲就係信心危機啦。熱愛同相信呢個生意嘅人，可以將本嚟冇辦法帶嘅人帶到會場，而唔相信呢個生意覺得好尷尬嘅人，則會將一啲一文不值嘅人帶嚟。呢係個信念嘅問題。生意本身冇問題，佢哋本身亦都冇問題。佢哋仲未諗好呢個生意係值得喺其他佢哋所尊敬嘅人或者同佢哋相似嘅人嘅生活裏面佔有一席之地罷啦。成個概念係你一定要願意將牌全部翻一次。你要願意去過濾全部嘅數字，你唔能夠淨係同3、4個人講計劃就急急忙忙咁樣下結論。你要堅持。掟銀仔亦都係一樣，雖然佢正面同反面嘅概率係50比50，但係如果淨係掟3到4次，可能每次都係正面或者反面，咁樣並冇違反統計學嘅規則。如果你試咗300次，你亦都唔會得到250次正面。你一定要有足夠嘅數字。然後呢啲數字先會為你帶嚟結果。我哋已經將數字研究出嚟啦。如果你介紹咗20到30個人，一定會有4、5、6個係唔錯嘅，其他都唔點樣。呢
呢20到30個唔會都係好嘅，亦都唔會都係差嘅。呢係個好消息，亦係壞消息。呢個就係我哋所在嘅生意啦。咁就好似你喺度挖緊井揾石油，唯一嘅好消息係呢度並唔會使你好多錢，而你有無數多嘅地方可以轉。你只要堅持轉。如果你撞到硬嘅石頭，就換個地方繼續轉啦，或者會撞上一個乾嘅井，就轉另外一個。而家你將你嘅人名單分成4類，第一類係好朋友同屋企人，第二類係認識嘅人，第三類係朋友介紹過嚟嘅人，第四類係新認識嘅朋友或者係陌生人。你啱啱加入嘅時候，你當然應該從好朋友同屋企人開始啦，唔係因為佢哋係你最好嘅推薦對象，佢哋好可能唔係，佢哋被寫入你嘅人名單上面並唔係呢個理由。當你用完好朋友同屋企人嘅人名單之後，你就要將有志向、有影響力、勤奮工作、積極思維等等嘅人放入你嘅人名單裏面。佢哋向你表示咗想得到更多嘅嘢。你嘅屋企人或者好朋友同你嘅關係僅僅係建立喺血緣上面，或者僅僅因為佢哋係你嘅鄰居，你哋嘅細路仔喺一齊玩等等，同佢哋嘅志向冇關。你將佢哋放入人名單係因為你哋互相信任，關係幾好。如果你去發展一個生意而唔話俾佢哋聽，咁未免太不近人情啦。你應該俾佢哋一個機會，等佢哋決定係唔係願意成為你生意嘅一部分。但係如果佢哋唔加入，都唔好太脆弱，佢哋同你所應該做嘅嘢並冇咩相干嘅。咁就好似你成日同一班單身後生仔玩，突然你見到一個使你一見鍾情嘅女仔，你全情投入，決定要同佢結婚，而你身邊嘅朋友就笑你，話你玩完啦。當你需要揾新嘅朋友嘅時候，唔好太驚訝。當你嘅朋友都喺度飲酒作樂嘅時候，你就打算生 BB， 呢個一啲都唔奇怪，只不過你哋嘅興趣唔同啫。有一點你可能冇意識到嘅，你開始呢個生意，開始夢想專注，開始做一啲事，開始成為一個生意人，開始自我檢討你嘅日常行為，思考將來等等。可能你喺保齡球館識到一啲舊朋友，或者一齊打波嘅一啲朋友，你要特別小心。我唔係講呢啲都係壞事，你要非常小心，唔好等佢哋將你拉返原來嘅地方。因為你如果想要唔同嘅結果，你需要同唔同嘅朋友喺埋一齊，佢哋要同你志同道合，佢哋願意做你願意做嘅嘢，你要好小心。喺我哋呢個生意裏邊，你能夠交上好健康嘅朋友，佢哋同你有相同嘅目標同興趣。當然，你亦都唔需要因此而放棄其他友誼，或對其他朋友唔尊敬。我淨係希望你明白，通常友誼係基於同志向冇關嘅事情上面嘅。你讀高中嘅時候，你個朋友諗住結婚，而你決定要讀大學，你哋之間唔似以前有咁多嘅共通點啦。如果你哋要參加安利生意並成長同繁榮，你身邊嘅朋友同親戚笑你同諷刺你，請唔好因為同佢哋一齊冇以前咁多樂趣而覺得驚訝。你要作為一個嚴肅而重大嘅決定，睇自己願意喺邊啲人嘅影響之下生活，係講你得願意幫助你嘅人，定係講你愚蠢而根本唔應該去嘗試嘅人呢？你要小心對待呢啲。好啦，而家你試完屋企人同好朋友，你要去試你識嘅人。呢啲人你僅僅識嘅啫，並冇太大嘅了解。但好消息嘅係，佢哋對你了解少啦，就會多聽你講嘅話。有冇注意到？你嘅屋企人同好朋友係最唔相信你得嘅人，所以喺同佢哋講話嘅時候要尋求幫助。當然啦，朋友介紹嘅人係唔錯嘅，問你嘅朋友認識邊個，然後你可以講一個你同我共同嘅朋友建議我同你見一次面，呢句話會有幫助嘅。最後係陌生人，呢一個我哋留喺邀約嗰一節再講。等我哋講一講列人名單最後幾個重要嘅要點。我要俾你幾個規則。第一，唔好要有偏見，唔好過早落結論。對新加入嘅人嚟講，咁好重要，好重要。唔好提前為其他人落定論。著名作家Zig Ziglar話，如果你幫助足夠多嘅其他人得到佢哋想要嘅嘢，你就可以獲得你想要嘅幾乎所有嘅嘢。呢個生意嘅關鍵係，當你列人名單嘅時候，唔好列一個你認為佢哋會對安利感興趣嘅人嘅名單，咁係錯嘅人名單。唔好列一個你認為佢哋非常需要錢嘅人嘅名單，唔好列一個已經失業嘅人嘅名單，唔好列一個已經離婚或者生活艱難嘅人嘅名單。當然，亦都唔好將佢哋列喺人名單之外，亦都唔好有偏見，因為其他人睇上去好成功或者好開心而唔需要呢個機會，
其他人嘅工作比你好，並唔意味佢唔係一個推薦嘅對象；其他人嘅錢比你多，並唔意味住佢唔係一個推薦嘅對象；其他人嘅教育程度比你高，亦都唔意味住佢唔係一個推薦對象。要睇其他人要乜嘢，佢哋要嘅嘢同你要嘅唔一樣。大多數人要錢同時間，所以我哋傾呢啲嘢，嗰啲係普遍嘅嘢。但係點解人需要多一啲錢呢？佢哋需要錢係因為佢哋要保障，另一啲人要生活方式。有啲人對保障冇所謂，佢哋更在乎嘅係生活方式。有啲人當你同佢講車啊、船啊、旅遊啊，佢哋會好煩。佢哋更有興趣嘅係喺錢能夠買到嘅安全感上面。有啲人對呢啲嘢通通唔想要，佢哋要嘅係認可同尊敬。佢哋想要佢哋作為一個人所得到嘅認可。可能佢哋要嘅係自由同人生獨立，可能佢哋要感覺到自己喺度主宰自己嘅命運，而唔係奴隸或者木偶或者大機器或者大公司裏面嘅螺絲釘。有啲人喺度尋找友情，尋找積極嘅氛圍，尋找佢哋所能夠去到嘅地方，尋找上進嘅人所有嘅價值觀。我哋係好特殊嘅群體，喺酒店同會議中心入邊，我哋係好特別嘅。典型嘅酒店同會議中心嘅使用機構會大飲大食，男人去開會，而女人就做另外嘅嘢。酒店同會議中心既中意我哋，亦都唔中意我哋。佢哋中意我哋準時埋單，佢哋中意我哋積極樂觀，有好多樂趣。佢哋唔中意我哋嘅地方係我哋唔飲酒，所以佢哋賺唔到幾多錢，咁樣使佢哋有啲唔開心。所以我哋好特別，我哋好開心，我哋中意健康嘅環境。有時候人想要嘅嘢好少，佢哋淨係想做個頭髮。我認識一對鑽石，佢哋當時加入係因為咁樣每個星期可以做一次頭髮。佢哋想成日買新衫。我哋有一個最大嘅組織加入嘅原因係一個女仔因為想着上佢嘅新衫而參加我哋嘅聚會，後嚟佢居然做咗直系。咁樣嘅事成日發生。你唔可能想象其他人參加同積極或者消極反應嘅嗰啲瘋狂嘅理由。呢常常係一種關係，係佢哋嘅感覺，感覺到被關心，感覺到被其他人認為有價值，而以前從嚟冇呢一種嘅感覺，你唔可能知道，所以千祈唔好有偏見。好，規則第二點，盡可能向上推薦。喺呢間房裏面嘅人會認為咁樣係顯而易見嘅，而大多數人做起身就好唔自然。大多數人覺得同比佢哋層次低嘅人喺一齊比較舒服。大多數人同比佢哋收入少、教育程度低、後生或者喺某種程度上面比佢哋地位低嘅人傾偈會比較舒服，因為如果佢哋講 no， 亦都唔會令自己唔舒服。呢啲人有可能唔錯，但唔好逃避同你一樣嘅人或者比你更成功嘅人。唔好逃避嗰啲比你成功嘅人，列一份你中意同佢哋喺一齊，能夠激發你中意一齊工作嘅人嘅名單。有啲人擔心自己推薦唔到有身份嘅人，其實冇必要擔心。有啲人淨係得個名嘅啫，唔好僅僅係為咗感覺安全而向下推薦。寫低邊個係你認識嘅最成功嘅人，邊個係你認識嘅最活躍嘅人，邊個係你認識嘅最繁忙嘅，邊個最友善，邊個最積極向上，邊個最有志向，邊個最急切發展，邊個最有影響力，最有社會關係嘅，最負責任嘅，等等等等。如果能夠使佢哋對呢個生意興奮起身，咁樣就會有一大班人受影響，因為其他人尊重佢，跟隨佢。唔好淨係推薦呢啲人，但係更唔好避開呢啲人，將佢哋列入人名單。第三點，要俾啲時間過濾人名單，尤其係新人，或者你啱啱幫助新人起步。將人名單列得好大之後，要討論一下。下面幾個分類可以幫助你理解乜嘢叫做過濾人名單或者分類人名單。首先，將人名單分成而家就要傾嘅同以後再傾嘅。有啲人要放入你以後嘅人名單入邊，以後可以係1個星期之後、1個月之後或者6個月之後，因為你而家冇準備好，或者佢哋冇準備好，要同你嘅上線一齊將人名單分類。然後係你單獨傾嘅同需要幫助嘅。如果你有50個人嘅名單，經驗話俾我哋知，你會得到你嘅直系嘅注意，佢會計劃幫你開聚會。你嘅直系會幫助你尋找最認真、最投入、願意做核心、虛心學習嘅嗰啲人。佢哋為嗰啲人安排5到7次聚會。大多數直系都會喺佢哋嘅小組入邊揾願意認真工作嘅人，而唔係需要保姆嚟照顧嘅人。
你嘅上線將揾到呢啲人嚟開5到7次聚會，而你就從人名單入邊揀10到20個最好嘅人，確保佢哋接觸到講計劃講得最好嘅人。要過濾人名單，將人名單分開，睇邊啲自己能夠傾，邊啲需要上線嚟做。可能有啲人你唔在乎佢哋係咪加入，你想佢哋亦都唔係太好，但係結果會令你驚訝嘅。呢啲人會做到直係嘅，至少你同佢哋講計劃嘅時候會更有信心，因為即使佢哋講 no， 你都唔使沮喪嘅。所以用呢啲人嚟練習，仲要將人名單分成1對1嘅同開大聚會嘅。有啲人嚟你屋企參加第一次嘅家庭聚會，而另外一啲真係1對1講更加好。要睇對方嘅性格嚟定。有啲人可以直接邀請嚟開公開生意講座，另一啲人真要先做一個單對單，然之後先帶嚟見更多嘅人。要同你嘅上線一齊嚟研究，要將人名單分成本地嘅同外地嘅。對待外地嘅人名單嘅方法唔一樣。對我嚟講，開車行2-3個鐘頭嘅都可以睇作係本地嘅。如果你可以落班之後去講一個計劃，然之後當日晚黑返到屋企，咁亦都係本地嘅。而如果你要喺嗰度過夜，咁就算外地嘅，明唔明啊？然後你再將人名單分成國內同國外，幾乎所有嘅人都能同外國朋友聯繫。我所講嘅過濾人名單，亦都包括同你嘅上線傾一傾你嘅下線嘅人名單。你哋可以一齊決定點樣去接觸佢哋，用乜嘢方式去接觸佢哋。你嘅起步手冊裏邊有台詞，邊一個適用於呢啲人？使唔使用小組電話邀約嘅方式？使唔使同上線一齊打電話俾佢？使唔使定1對1嘅約會，定係開小組會議？佢哋使唔使以後再傾呢？係單獨一個人去？等等等等，要過濾討論，盡量將人名單做大。第4點，不斷擴大你嘅人名單，要盡可能擴大，咁樣你就可以突破佢，可以從職業去聯想，諗一下，我認識會計師咩？我認識銀行經理咩？我認識老師咩？我認識小生意人咩？我認識失業嘅人咩？等等等等，要諗到所有有可能嘅職業。有時候通過名去聯想，我認唔認識叫標嘅人呢？我認唔認識叫 Jim 嘅人呢？你嘅細路認識邊個？邊個喺你嘅同學錄上面？睇睇你嘅婚禮上面嘅嘉賓人名單，睇睇安利月刊上面嘅龍虎榜有冇邊個同你認識嘅人相似，而你可能唔記得咗。諗一諗周末同邊個喺一齊。睇一睇黃頁，睇下有冇使你諗起邊一個行業嘅人，譬如髮型師啊、五金店職員之類嘅。諗諗你嘅舊同學，諗諗你同邊個一齊去教會，諗諗你同邊個一齊工作，諗諗其他國家或者州，保持激勵同不斷擴展你嘅人名單。如果你仲係新人，要確保你要花啲時間將人名單做得越大越好。即使係你唔能夠想象你願意向某啲人講計劃，仲係要將佢哋列喺人名單上。第5點，做書面記錄。大多數人唔咁樣做，呢個代價太大啦。你應該將所有嘅名單列喺表格入邊，記錄乜嘢時候俾佢哋打電話同發生咗乜嘢事，有冇邀請佢哋參加咗未，下一步要做乜嘢，同佢哋保持聯繫，或者將佢哋變成顧客，或者將錄音帶借俾佢哋聽。呢啲係跟進嘅一部分，但一定要做書面記錄。因為你講計劃嘅大多數人唔會參加，但係其中一啲以後會參加，唔好因為唔記得佢哋而使佢哋參加其他人。要留一份你下線嘅人名單。當你同你嘅下線坐落嚟之後，你叫你嘅下線寫低50個人嘅人名單同電話號碼，過濾以後做邀約。要明白一個事實，你嘅下線可能僅僅向一個人或者幾個人介紹以後就灰心啦。我哋唔願意承認呢個事實。但呢啲係真嘅，可能佢哋講一次計劃之後就退出咗，可能係5次。但你可以將人名單拎過嚟，打電話俾人名單入邊嘅人話，我哋有個共同嘅朋友。如果佢簽咗單啦，記住一定要將佢簽喺你嘅下線下面，佢哋唔會介意嘅，但係絕唔能夠拎走佢哋嘅人名單，嗰啲係絕對唔能夠接受嘅。你將你下線嘅人名單簽喺佢哋下面，咁樣可以激發佢哋，俾佢哋更多嘅信心。第6點，保持你嘅人名單一直喺度運動，要不斷將新嘅名放入去，將舊嘅名拎出嚟。我願意俾你一個挑戰，如果你每日唔增加一個新人名單，你並冇生活喺呢個生意當中，每日喺度同其他人交往當中認識新嘅人，幫你停車嘅人啦，
銀行裏面幫你存錢嘅人啦，你行百貨公司遇到嘅人，你喺健身房認識嘅人等等。我哋喺下一個錄音帶邀約當中會傾到你點樣開始話題，但一定要保證你有一個地方可以永久咁樣保存人名單，以便你可以隨時加入新嘅人名。要記住，唔單止係收集人名單，而且仲要將佢哋除去，要將舊嘅人名單消除，因為佢哋已經冇用啦。第7點係保持簡單，係啊，冇錯，你要做一個大嘅人名單，係啊，冇錯，你要同你嘅上線過濾人名單，係啊，冇錯，你要建立一個正確嘅邀請方式，係啊，冇錯，你要不斷咁樣增加新人名單，係啊，冇錯，你要明白呢個係安利生意嘅最基本嘅財富。你要明白，如果你用晒人名單，你嘅生意就冇噶啦。等我嚟提醒你，你永遠唔會用晒推薦對象，你淨係會用晒你嘅勇氣。冇人會用晒推薦對象，周圍都係人。當然，我唔係要你見到每一個人就問佢要唔要聽一下呢個生意，我哋仲有更好嘅方法。你哋最好嘅朋友將會出現喺你哋嘅合作夥伴入邊。我同 Nancy 喺而家100幾萬人嘅全世界網絡裏邊，淨係得一對夫婦係做呢個生意前就認識嘅。我哋用咗6年先將佢哋簽落嚟，淨係有一對。我哋參加之後要去揾所有嘅其他人，我哋所有嘅朋友、所有嘅鄰居、所有嘅親戚、所有嘅同事都唔參加，但我哋做得唔錯啊！你唔需要企喺你哋加入嘅時候啱好認識嘅嗰班人嘅膊頭上面，先至能夠做成呢個生意。你能唔能夠想象到啊？假如你銷售地產，你只能夠賣俾朋友、鄰居同親戚先至能夠成功，咁係幾咁幼稚啊！而好多人居然做荒謬嘅假設，淨係得朋友、鄰居同親戚加入啦，佢哋先至能夠做得成。而朋友、鄰居同親戚唔加入嘅話，佢哋就做唔成。令人高興嘅係，你一旦跨過朋友、親戚同鄰居呢一步，你並唔需要佢哋加入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佢哋嘅加入能夠俾你帶嚟一筆相當唔錯嘅獎金。如果屋企人積極思維、有志向，咁樣佢哋一齊工作應該係幾咁令人興奮啊！我好羨慕嗰啲全家人喺一齊工作、互相激勵嘅朋友，咁樣好好。我哋全世界都有好多下線係兄弟姊妹、朋友鄰居一齊發展呢個生意嘅。但呢唔係一定要嘅，佢只不過係一筆非常非常唔錯嘅獎金。保持簡單，你永遠唔知道邊個會加入，即使係最消極嘅人，亦都會成長。有時最積極嘅人亦都會消失，唔好太在意，堅持講計劃，堅持將人列喺人名單入邊。即使係最弊嘅人，亦都會認識其他人嘅。好多人淨係熱情1個鐘頭，佢哋淨係打咗1個電話，你正需要揾呢啲人。唔好嘗試去推薦直系，淨係推薦有人名單、有夢想、願意去開聚會嘅人。你淨係需要咁多，然後你就會慢慢發覺邊個係直系。要多啲聽成功嘅故事，睇人係從邊度嚟嘅。你會介紹 Peter and David Cox 咩？你會推薦一個戴住耳環、留住長頭髮喺社會邊緣嘅後生仔咩？你會想象佢今日有10萬人嘅大組織咩？留住長頭髮，過住可怕生活嘅3年之後，佢做到咗鑽石。你會想象佢變化咁大咩？而家佢有幾個仔喺一間大屋裏邊生活，搵好多錢，到全世界各地去演講。當佢回憶當初，佢話邊個將我從雪梨南部貧民區嘅巷仔裏面揀出嚟嘅？我唔知道。邊個能夠想象推薦 Michael and Julia Abrahams？ 佢係雪梨一間大律師事務所嘅頂尖律師，而佢係一個軍官。畢業於一間頂尖嘅軍校，佢哋啱啱加入嘅時候好消極，佢哋一參加就搬屋啦。但係喺佢哋搬屋之前，佢哋嘅上線喺佢哋下面簽咗一個人，上線幫嗰個人做成咗直系。2年之後，佢哋翻到雪梨做成咗鑽石，而嗰個人而家仲係直系。消極嘅人做成咗鑽石。邊個能夠想象 Amgat Gabriel 一個雪梨嘅牙醫，非常有錢嘅牙醫？你能夠想象佢亦都成為鑽石嗎？佢自己都冇諗到。邊個能夠諗到呢啲故事發生呢？邊個能夠諗到 Clayton and Charla Overton 呢一對夫婦？丈夫係南加州嘅骨科醫生，好投入，係頂尖嘅醫生。太太係教師，佢哋每個星期工作100個鐘頭，非常投入，非常熱愛佢哋嘅職業，非常受人尊敬，賺好多錢。邊個會諗到同佢哋講計劃？有一日，
佢哋俾佢哋嘅意外醫療事故保險嘅巨大金額所震驚，佢哋想賺多啲錢嚟支付$23,000嘅意外醫療事故保險費嘅啫。佢哋參加幾年之後就做成鑽石啦。你能唔能夠想象呢個每個星期工作100個鐘頭嘅外科醫生，每星期6個晚黑都去講計劃？呢絕對係個生意嘅機器。邊個會話佢好有邏輯？佢冇時間，佢有所有嘅社會地位。一個著名嘅醫生，等我嚟推薦佢啦。而佢哋而家亦都係個鑽石。邊個會諗到 Tim Foley， 美國橄欖球明星、體育用品節目主持人，擁有幾個俱樂部、體育大名人？你會唔會話嚟，等我嚟推薦佢？佢一定會成為鑽石嘅。等我將 Tim Foley 列入人名單啦。呢個生意確實充滿咗體育明星，充滿咗醫生，充滿咗名人，仲有國會議員同參議員同埋法官。你對邊個講計劃呢？你對街上面嘅無業遊民、失敗者講計劃咩？或者你抬起呢隻眼，你話嘿，呢係一個一流嘅企業，邊個對我哋講計劃呢？我哋嘅推薦人有25個人名單，我哋係最後一個。佢本來根本唔想同我哋講，亦差一啲冇講成。從嗰次之後，再冇人將我哋列入人名單，甚至冇人問我哋成唔成功。你可能會話你好成功，佢哋當然唔會問啦。大多數人唔知道我哋做乜嘢，我又唔會舉住一塊牌周圍走，冇人俾我留錄音帶。喺我一生中只有一次被人邀請入呢個生意，以後再都冇啦。所以我同你講，人名單係第一步。如果你啱啱加入，喺度做其他一切嘅事情之前，一定要搞清楚你點解要參加。列一個大人名單，同你嘅上線傾，過濾人名單，擴大佢，夢想佢，做個大夢想者，將你認識嘅最優秀嘅人放入去，然後諗出一個策略，將佢哋從人名單入邊刪除。如果你已經唔係新參加，你要意識到，如果你唔係永遠保留25個人以上嘅人名單，不斷咁樣諗，仲可以將邊個放入人名單，發出名片，要人哋嘅名片，留低錄音帶俾人哋，同人哋傾偈。如果你做唔到呢啲，你嘅生意一定唔會大，亦都唔會有錢賺。呢個唔係其他人嘅錯，只能夠怪你自己。所以一齊從人名單開始，無論你係新參加定係已經有一段時間啦，人名單越大越好。人名單入邊嘅人越有志向，越積極向上，越有影響力越好。你越成日增加新嘅人名單越好，越成日喺度刪除舊人名單越好。有人話 yes， 有人話 no， 都冇所謂。一啲人會話 yes， 一啲人會話 no。你最終會揾到你要揾嘅人，但一切都從人名單開始。多謝各位，再見。本雷射光碟由網絡21機構擁有，如非網絡21書面許可，嚴禁翻錄。我們不能保證本雷射光碟所提供之技術對閣下切實可行，但我們相信其中之意見，定能協助閣下建立強大而利潤豐厚之生意。如閣下願意跟隨這個由成功人士設定之系統，運用網絡21之培訓聚會及雷射光碟，你的成功機會定能大大增加。本雷射光碟為獨立發行，與安理機構並無關聯，亦非由安理機構支持或